跟住交俾天文台科學主任講下天氣。各位好，歡迎收睇呢一節天文台嘅天氣節目，我係黎宏俊。受到東北季候風影響，今朝早都涼涼地，各區嘅氣温係介乎喺17啦至到19度。天色方面啊，一道雲帶咧其實淨係覆蓋住華南沿岸地區㗎，但係預計呢一道雲帶會喺日間逐漸轉薄嘅，所以今日嘅天氣咧會係初時有一兩陣嘅微雨，日間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乾燥，最高氣温大概24度，吹和緩嘅北至東北風。而稍後咧會轉吹和緩至清勁嘅東風。預計咧乾燥嘅東北季候風會喺未來一兩日繼續為華南地區帶來普遍晴朗嘅天氣。但係去到星期一嘅時候啊，預計一股強烈嘅東北季候風補充會喺星期一夜晚咧抵達廣東沿岸。咁喺之後一兩日嘅時候，呢一啲嘅地方咧會係顯著咁樣轉涼㗎。而香港嘅天氣展望方面啊，首先喺週末至到下個星期初咧，會係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乾燥，日間會係温暖。而去到星期一嘅時候咧，北風會增強。去到星期二啊，天氣咧會係顯著咁樣轉涼㗎。而星期三嘅時候咧，氣温會下降至到去大概13至到14度左右。大家要注意天氣變化啦。天氣講到呢度，下次見。至於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今日上晝健康風險預測，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嘅水平。再睇埋啲分區氣温。